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破碎的石棉跟评价下不一样。它基本上是石棉还有水泥，它去混合而成的。石棉其实它是一种天然的，这个比较长的一个纤维。在制作石棉瓦的时候，其实会把这一个纤维打碎，让它变成比较短的纤维。我们可以看到石棉的健康危害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它是从呼吸道进来，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纤维，不太会从我们的眼睛、皮肤进入。大部分在密闭的环境底下去使用的话，是安全无虞的。那唯一会有问题的就是，如果你把它抽出来，你就会暴露到。在安全使用，它就是在2层隔间里面的时候，在家务里面去量石棉纤维，事实上几乎都量不到了。在拆除作业的时候，会量到比较多。如果你真的本身要去做拆除或者捡拾石棉瓦，我们希望你还是要有适当的防护装备。这里面的装备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手套，这个手套基本上是防止刺穿的这个手套。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如果你穿短袖，夏天你没办法穿长袖的时候，你穿短袖的时候呢，我们会提供这个袖套。除此之外，事实上会有3个这种 N95 的口罩。除此之外，这个护目镜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在工作指引上基本上这个不是必要的。如果说因为你怕有一些扬尘混着，可能你也担心是有石棉，那我们建议这个也可以戴。当然，如果你本身有戴眼镜的话，事实上也不需要用到这个。所以但整组里面呢，这个防护包里面我们会提供这些东西。在捡拾的过程，因为提供了适当的袋子，所以只要放得进去袋子的，就尽量不要破碎它。那如果有太大片的情况底下，或者它已经碎得很细的话，你要用铲子把它铲起来，务必一定要用水去把它喷湿。那因为石棉纤维在湿润的情况下，它就不会飞扬在空气中，那就可以避免我们从呼吸道去暴露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受灾的这个家户，事实上是大部分是老人家，对于一些作业他不太熟悉，就是说你现在有受损，先去跟公所讲，不然就跟环保局讲，我们有这样一个通报的程序。完了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开始要拆，要装袋。那要装袋就是这样的防护装备。这个防护包基本上在公所有提供了那这个还是强调是因为是跟石棉相关的。所以这个防护包提供就是一般的民众，或许你就不需要这些装备了，留给这个需要做石棉拆除的这些住家那些实际作业的人员你家里需要有这样处理的方式的人所以等你装袋好之后呢，你就打电话跟公所讲说我装好了或者跟环保局说我装好了，那我们基本上现在在3天里面就会去跟你载走。事实上，我们本身是灾民嘛，然后我们自己本身也有石棉瓦的建物，在风灾后那个屋顶完全破掉。那除了我们之外，事实上我们整个村庄几乎每一户，不能说全部，但是应该有8、9成全部都有石棉瓦的建物在住家的旁边。过去可能是作为仓库或者其他农业用途这样子。那这一次破得很严重，风又很大，所以吹的整个我们村庄的地板都是，还是有一些部分石棉瓦是我们虽然已经尽量处理，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部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介入帮忙，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这样，那也非常感谢环保局，在一开始就有主动的。释出他们愿意赶紧处理石棉瓦这个议题，在和政府合作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政府的人力上面也会有困难。那我们现在就是看看我们的民间这边有一些友好的团体，例如台南新芽这样，能不能或是其他的我们找其他的支点去把这些人力找进来我们灾区，然后。用正确的方式，用保护自己的方式，一起来慢慢把这些散落在路边没有人捡的石棉瓦，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至少让居住在这里的人可以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8月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前除了有风灾为助金，连中央拢他价拆除补助甲修缮每盒，也不过到目前需求比例真低。对此，台南市政府8号的灾后复原进度说明会再度强调补助相关细节，工务局嘛甲申请表格简单化，呼吁民众赶紧申请。台南市风台过后，台南市有9万户的厝顶风吹歹去，伫地方政府甲中央的合作努力之下，正积极协助相当比例的灾区民众，每下工班进行帮屋修缮，也是拆除。也毋过有袂少民众煞表达无每下的需求。那他们不愿意接受媒合的理由，大概是第一个，他们已经自行修缮了；第二个呢，他们已经怎么样，也付了定金了。那他们只是信任他们自己要找的厂商，他不愿意接受别的厂商哈。那第三个部分呢，他本身就没有居住的事实，他根本就不想修哦。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些损害情况并不严重，他们不急着修。若是透过政府媒合厂商进行帮屋修缮的民众，伫8月17进前完成签约，也是自行评估请工人，伫9月3进前完成帮屋拆除，拢会当申请到2万块的补助。工务局嘛甲修缮兼拆除2种状况的申请表格做整合，附身份证的正反面影本。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厂商签约证明，包含你的报价单、契约书及相关的证明文件。不过这个要载明就签约的厂商的名称是哪一家厂商，还有签约的日期是哪一天。然后第三个是金融机构的存簿影本，第四个是领据，然后第五个是施工前后的照片，要呈现门牌号码。工务局指出，委托政府媒合工班进行帮屋拆除的民众，无分弱势一般户，费用拢由政府专业负担。目前媒合户数只有2078件，完成签约的只有102户，21户正伫咧施工当中，呼吁民众若是有需要，赶紧提出申请。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日前，台南市持续落大雨，固定古迹南门城大城环疑似因为受到雨水浸湿，致使结构受损。6号发现有30公尺外侧壁损，文化部文资局以及台南市文资处接到通报以后，7号会同专家学者现场会勘，重新稳定结构，避免再损扩大。城墙向内外侧壁损，涂骹落落至少1.5公尺。台南市济工好雨，除了饮水灾情，连古迹嘛受影响。位伫咧中西区树林街的南门大城环，到今已经有237档历史，是目前保留上完整的城墙，奉列做国定3期古迹，嘛是台南路中的围墙之一。算是天然的围墙嘛，有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在学校的一些教学，可以比较融入这个过去的一些历史文化，可以直接带入，然后让学生可以实际上可以看到说，这个围墙在过去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6号文化部文资局以及台南市文资处接到通报，第一时间勾起封锁线，提醒民众经过时阵要注意安全。7号马上邀集专家学者甲相关单位会勘，初步决定先进行加固的动作，预计后礼拜修复，避免再损扩大。城墙是属于还是有土方，那因为强力的冲刷，土方有流失嘛，所以导致那个城墙有倾斜的情况，这个是主要的成因啊。那因为这次的降雨的时雨量也好，跟期间其实是罕见的。那以往一般的下雨的时候，我们城墙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蛮特殊的个案。其实距离顶届城墙修好已经有35档，台南市文资处后续将请台南路中赶紧启动采杠程序，同时配合文化部文资局提供技术资源加补助申请协助，确保古迹保存。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8月8号是父亲节，袂少家庭拢会用这天来团圆庆祝节日。也毋过社会上有侪家族的大基长辈煞相当孤单。华山基金会安南天赛站特别举办活动，邀请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到会场表演，陪伴大基的阿公来过节日。
华山基金会安南爱心天使站7日上午，伫梅花里活动中心举办“父爱如山，送爱不断线”父亲节庆祝活动，邀请8位华山后辈多吉阿公，甲超可送幼儿园的小朋友共度节日。摸鱼美学工作室吕秀慈老师也指导小朋友画下阿公的面，都以木节为做，最后将转型成 T 恤，作为阿公上珍贵的父亲节礼物。这一点像你在画的时候不要太大力，轻轻的就可以了。独居伫北山尾的吴阿公，因为地处较偏远，四周围无商店、诊所，生活是相当的不便。好在有华山高铁服务车为阿公送物资甲关怀，才互阿公有饭通好食。尤其经过顶摆风态清晰，更互人感觉到高铁服务车的重要。不过华山坐台服务车老旧，需要汰换，基金会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揪团做伙来做爱心。前一阵子台风豪雨，造成许多偏乡孤老的长辈们家中都断水、断电、断通讯。那到宅服务车就像站长的翅膀一样，陪伴着站长，将物资送到灾区去，将物资一个一个就是都送到长辈的手中，温暖着孤独长辈害怕的心。目前因为多辆的服务车车龄都老旧，急需汰旧换新，希望邀请各界善事汇集千份千元的爱心，让每月关怀能够顺利送到每一位孤老的手中。邀请大家一起爱老人，爱心专线06-252-0940 06-252-0940。华山基金会秉持着照顾老人的理念，免费提供失医、失能、失智的长辈关怀访视、物资协助、教替服务等。望有爱心的朋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伙守护台南在地古老。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警察局8号盛大举办保龄球比赛，吸引100多名青少年甲家长组队参赛。除了加深青少年的保护意识，互亲子情感交流，嘛借此宣导反毒反诈骗，气氛相当热烈。虽然保龄球不是主流的运动项目，嘛有侪青少年唔捌耍过。不过市警局的青春专案，则希望让青少年多元接触正当的休闲运动，嘛达到亲子情感交流。所以特别选择8号父亲节这天，盛大举办保龄球比赛，吸引将近100名青少年甲家长组队参加，场面盛大热热。2、1。好，请启动。这是父亲节，那父亲跟孩子一起亲子活动。那我们因为这样子呢，期待青年朋友、青少年呢，不要到不正当的场所，也不要吸毒啦，或者是诈骗。有时候不小心当车手，那这样一辈子就毁了。感谢警察局能办理这样的活动，让青少年有一个好的一个活动场所，能够尽情的将他们的体力展现出来。盛大的保龄球比赛，除了让亲子有机会互动享受，嘛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对家庭的归属感，和亲子拢乐在其中。有机会让家长跟小朋友有比较深的互动啊，因为平时有时候家长也可能不太晓得小朋友在学校在学些什么、玩些什么。那刚有这样的机会，让小朋友一起跟家长来，他也可以知道哦，家长以前我们也玩过这个，他也知道哦，爸爸原来蛮厉害的哈。今天刚好在这个父亲节，然后来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样子。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台南市可以举办这个活动，就是可以跟很多小朋友啊，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平常没办法就是一起互动，但是这次就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家长还有爸爸一起互动，尤其今天是父亲节，活动蛮有意义的哈。然后寓教于乐，带着孩子来玩也感觉蛮好的。为了宣示守护青少年打击毒品、诈骗等违法行为的立场，会中嘛设立宣导专区，共同营造一个适合青少年安全成长环境。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
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电力教育集团伫暑假举办夏令营活动，8號來到中嘉寬頻三冠王雙主青電視台參訪，觀摩學習新聞甲節目的製播流程，並安排小學員登台報新聞，學習到趣味佮特別的職能體驗。點路教育集團在今年暑假特別規劃了職人製造所活動，參訪多家企業及單位，認識各行各業的工作性質及內容。8月8日父親節這天，來到了地方電視台參觀。中嘉寬頻三冠王雙子星總經理陳建春也親自出面接待這群活潑可愛的小朋友。有線電視另外一個職責，就是因為我們是地方電視台，那地方電視台呢就有一個我們自己公司的職責啦，就是說我們希望可以把我們的公司的資源釋放給各界來使用，所以今天各位才有機會來到攝影棚，之前應該都沒有來過哦。那待會就好好玩一下哦，看有線電視的新聞是怎麼製作的。每一個人都有寫稿子嘛，待會就好好表現哦。我們今年的暑假呢，安排了一系列的暑期的活動。那主要呢，我們就是希望讓就是小孩子可以體驗很多各種職業，他們在就是整個工作的流程，那他們的一些就是特性的話，大概是怎麼樣去進行的。所以今天很高興就是可以安排就是我們在地的三冠王有線電視，然後讓小孩實際到攝影棚去體驗各種就是活動，然後讓他們知道說新聞媒體的採訪，還有各種就是主播的稿子，然後在進行錄播的時候，它應該是呈現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中嘉寬頻三冠王雙子星也為小朋友詳細介紹新聞節目製作流程，同時也讓學員們親自配音上主播台播新聞。大家好，我是主播賴博成。大家好，我是主播劉麗彩。大家好，我是 DKS 校園小主播李千玉。今天來到這邊參訪，感覺怎麼樣？很好玩。很好玩啊。你呢？我覺得最好玩地方是錄影的地方，有一點有趣，但是有時候也會緊張的時候。在實際體驗播報新聞後，學員們紛紛表示，這是一次有趣又難忘的體驗。不僅更了解新聞是如何產生，也提升了媒體識讀能力。點路教育集團希望透過這樣的參訪，不僅啟發了孩子們對不同職業的好奇心，更讓他們學會團隊合作與臨場反應的重要性。未來將持續規劃更多元的職人製造所課程，帶領孩子們走出課本，親身探索真實世界，為夢想播下種子。台南新聞張順維採訪報道。台南市持續推動特色遊戲場，其中北區除了首創甲綠野仙蹤動畫故事，擁立3座特色工項，而且到今年底，特色工項將達到15座，成為台南市特色工項密度上懸的行政區。北區公所表示，未來將繼續以北區就是囡仔的遊戲場的目標邁進。現在台南的公園遊戲場除了愈來愈特色，嘛富有挑戰性。以北區小空里這座新起的高卡厝為例，已經看無樓梯，囡仔需要一步一步爬懸，借助訓練體適能甲身體協調，才有法度出流浪。另外來到原美里這座高空的攀爬王現場，嘛同款刺激囡仔的感官，勇敢爬懸，才有法度出流浪。北區公所除了營造北區就是囡仔遊戲場，嘛特別將六甲、小空、元昌3座公園，攏用綠野仙蹤的動畫故事來串聯，成為台南首創。北區目前是全台南市所有行政區裡面特色遊戲場密度最高的，而且我們開發的是較有主題性的一個特色遊戲場。那像這一次的綠野仙蹤的一個特色遊戲場，也是史無前例在台南市首創的，以童話故事來導入我們的一個特色遊戲場。其中北門里長鄺雅瓊嘛判因擁有智慧的稻草人，並製作再生冊頁來送予民代貴賓，代表永續循環智慧稻來。
另外，原美里长侯乔珍也欢迎陶乐师在热烈的气氛当中，甲贵宾做伙为囡仔戴上西雅的面具，向前互你勇气，打造优质安全的亲子娱乐空间。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非常重视预区一特色公园。我想北区是人口密度非常高的行政区，孩童也非常多，尤其这种特色游具不同于以往的一个传统的游具，让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还有不同能力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来借由这个新型的一个特色游具，来在安全无虞的环境之下，能够快乐的一个玩耍。北区除了将东华故事用于特色公园，一群地方创新的少年人也将在顺的油画回收成再生纸，嘛为防灾贡献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在高雄市明雅的巷仔内底有一间神秘的甜点店，根据了解，因的千层鸡卵糕相当厉害，咱做伙来看卖。位在医院旁的神秘甜点店，靠着口耳相传，默默经营多年。千层蛋糕以预定制的方式，不仅对食材的挑选有所要求，更坚持每日手工现做，只为了让客人能吃到最新鲜美味的千层蛋糕。我会做这是因为本来是要自己顾小孩，然后边顾就边找一件事情做这样子。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就是把东西放在店里放太久，所以基本上都是走预定制的。然后如果说有卖单片，我也都会在那个脸书上先公告说，可能我明天会有单片，然后让大家预定这样子。通常都整个比较多，因为我就是走预定制的，所以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切，比如说我做2颗，然后切着都没有人买，所以都是会跟客人讲，比如说今天没有，客人就会说，不然我就订1颗来吃吃看好了。所以我都是以订整颗的比较多。缠起一片千层蛋糕放入盘中，层层堆叠的剖面更加彰显出细腻程度。轻轻切下来一块，清楚可见饼皮与内馅的交错融合。深棕色的栗子泥夹在饼皮中，入口丝滑绵密，淡淡香气绽放于唇齿间，让人回味无穷。千层的特点就是我的饼皮是自己煎的，所以那个厚薄度就是可以刚好配合我的馅料去做搭配。对，不会太薄也不会太厚。通常会建议栗子口味，对，因为栗子我是用法国的栗子泥，跟有一些你看那种外面有一些是黄黄的那种栗子泥，它是日式的那种就比较甜，然后法式的就是比较有栗子的原味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用自己调的卡士达酱去综合它的甜度。巷弄中的低调小店招牌千层蛋糕不仅价格实惠，更以细腻口感成为饕客间口耳相传的神秘甜点。记者周福庆、李品荣高雄报道。这老建筑随着时间豆豆予人袂记得，也毋过新北市莺歌区有一群人用创作替老旧的药场空间注入新的生命。如今迈入第6档，举办了一场特展，邀请大家来看是如何变成艺术甲生活交汇基地。红砖老墙旧烟囱，这里曾是陶瓷产业兴盛时期的古窑厂，如今则是创作者们的秘密基地。伙房由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伙伴共同打造，有陶瓷艺术家、厨师，还有服装设计师。他们在这座古迹建筑里找到灵感，也一起生活创作。这里的话，我先从那个杨庆林杨老师，他是在中湖国小当老师，那现在已经应该20多年了。那一直从事教育界，那他本身的创作比较多媒材，那各种元素他都可以切入。那再来就说，他也把这份美带给一些学子，让他们从小就可以接触到美。那这一块是我比较佩服他的。第2位的话，应该我比较欣赏就是戏House主理人陈美霞，她也是我最后邀请进来。那她本身在这个产业界里面，它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很有味道。那一些公益的理念也相当棒，我也很希望说他能把这个能量带来莺歌，这个是我自己的期望啊。还有一位就是也是让我一直觉得说，在人生过程可以遇到这样朋友，是我也算幸运。就是刚刚你有采访过那个黄茂松，后来大家对这个空间应该有感觉，来承租。承租的过程之间跟他互动，就觉得这个人很有那种南部的那种
热情热忱，然后跟他相处没什么压力。那这个也是一般我们在找寻伙伴最直接的感觉，就人跟人相处那一份真诚，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管他做什么行业，对我来讲这种感觉对了，我就很希望能够邀请他一起当我们的伙房伙伴。再来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伙伴钟承恩，那也是我跟他配合比较多的，因为我创作上也是属于多媒材，但是呢就是不会做茶壶茶杯。那这一块就是有赖于承恩。另外一位叫欧长坤，他本身大概是很喜欢茶碗，所以一路上就是不断的坚持做茶碗。那他本身除了茶碗之外，书法花艺这一块也都是他专精蛮久的。那再来就是说他太太李幼莲，也是从教职退了下来之后，然后跟着先生一起玩陶。从荒废到重生，伙房走过5个年头，举办了一场作五忘十特展，呈现一路以来的作品与转变。展览中可以看到陶瓷、服饰及料理等创作如何与空间互动。那过程就是不断的去收集旧材料，因为大家口袋资源算有限了所以就是能够从一些废弃物里面去找到适合我们要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空间美学比较有别于市场上面专业的艺廊，可是我相信这样的那一种人的温度会带得更多更深，而且这种感觉也是伙伴们大家都蛮喜爱的。希望说藉由这样的一个老空间老味道，可以让在地的一些老空间也可以慢慢的被用美的角度去建构，然后去保留。伙房融合了多元的创作，也成为在地文化的新据点。艺术家江坤奇表示，希望未来能办更多的展览与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来，一起延续这座古迹空间的记忆。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8号的中嘉台南联合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